第8場賽事男子組男圈第2場，我哋賽事啱啱開始咗啦。卡近岸邊嘅第一線係同慶龍，第2線係高翔龍，第3線係海浪，第4線係超勝龍，第5線係飛魚龍舟體育會啦。同慶龍同海浪稍微打咗，海浪稍微帶出咗少少啊，跟住就係超勝龍、同慶龍、海浪、超勝龍。